香港對我嚟講係一個節奏好快、好現實嘅城市。我覺得喺香港生活起碼都要6-7萬，因為香港生活唔單止話自己可能仲有屋企人、租屋、買屋之後車費，唔同形形色色嘅消費咁樣樣咯。香港籃球運動員同埋文職可能工資上面其實都唔會話相差甚遠。其實大部分一開始可能打全職都係萬零2萬蚊咁樣樣啦。其實你打得好就開始向3-4萬、5-6萬、6-7萬，即係你係真係香港最 top 最 top， 真係可能最多6位數咁樣樣。其實我細個屋企人係完全唔支持我打籃球，因為我本身讀書唔好啦。其實佢哋都希望喺香港呢個社會上面，其實讀書係可以提供個穩定嘅工作俾我，之後揾工都會方便啲咯。我細個其實非常叛逆啦，完全都唔聽佢哋講嘢，自己想做啲咩就做啲咩咁樣樣。其實都冇諗過話之後揾工啊嗰啲嘢。因為我覺得香港係一個好煩囂嘅社會啦，所以籃球係可以帶我逃離呢個世界咁樣樣。Australia victorious 115-52 over Hong Kong. In this final, 111-58, China rolling to a big win. No surprise, Hong Kong came out and they're going to dribble it out. That'll be it. So New Zealand win at 133-74. Good experience gives them the 112-66 victory over Hong Kong. Gilas Filipinas are going to win this one 93-54. 我覺得香港人暫時都係未睇好香港籃球，因為我哋香港籃球其實出到去可能國際賽都係俾其他隊打爆，都係一個好常見嘅事情。我覺得憤怒一定有，因為其實有時候我真係會見到對面嘅球員、對面嘅觀眾球迷其實都係好唔睇好香港籃球呢樣嘢，即係我會見到佢哋呢個行為，可能對住我哋 hea 打，對住我哋笑騎騎咁樣，其實我會覺得好唔尊重，我會覺得好唔中意呢件事，所以我會去改變呢個事實咯。我之前球隊都有大佬同我講話，香港籃球其實好難揾到食，即係都係叫我冇堅持落去，去讀書揾份好嘅工作會更加好咯。
我人生之中最挫敗嘅時候就係啱啱上到去甲一嘅職業隊啦。一開始練波嘅時候，同7個8個外援同場一齊練波，嗰時候上到場，我係任何事情都做唔到，我覺得自己就連我自己最有能力嘅射波都發揮唔到出嚟。聽到隊友話：哦，其實我哋唔適合打波啊，香港人。其實我都諗緊呢個係咪真嘅呢？我嗰時會好懷疑自己，即係其實自己係咪真係適合打波呢？其實爬返起身嗰個階段係好辛苦啊，因為我自己真係掙扎咗好耐，不斷諗緊哦，其實自己係咪真係適合打籃球啊？其實每一次有挫折、想放棄嘅時候，都係諗翻起以前，其實有好多唔同嘅 fans 支持我，我就覺得唔係淨係為咗自己打籃球，其實有時候我打籃球都可以啟發到其他人。內心話俾自己聽，唔好放棄啊！希望我自己慢慢繼續努力，自己去克服自己嘅難關，令到自己可以去同場上班外援一齊同場競技。我鍾意籃球呢個運動，所以我會繼續堅持落去。
我覺得堅持先會見到希望，而唔係見到希望先堅持。我最大嘅夢想就係挑戰自己極限，打入 NBA。我想成為第一個做到呢個壯舉嘅香港人。我想證明俾香港人睇，其實香港人都可以成為主角。成為最 top 嘅球員。